完犊子了！有人。我大。不好意思，没那个状态了，没那个状态了。正道的光照在了。打死你个龟孙！有人。什么？这是什么嘛？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有人。你有什么可豪横的？哦吼！哦吼！哦哦哦吼！哎呦我的妈！真香！店家们可不像好人呢。No no！ 有人。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今天。哦吼！分手吧，渣男！哦呦，这个东西逮得很啊！不要这样挤了。哦呦，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哥哥电话来啦！有人。完犊子了！哎呦我的妈！店家们可不像好人呢。有人。哦呦，大海呀，我的母亲！大海呀，我的丈母娘！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有人。你得了。哦吼！哎
哎呦我的妈！ All right, gentlemen, I want you to repeat after me. Just how I do it. Ready? 有人，你给人。堂客就是堂啊堂着走，三步一窜，他妈两回头。有人，来了，老弟。哎呦我的妈！哦吼！有人，你快回来！来了，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收看大型飙车现场。我不行了，这车也太高了。来吧，展示。有人， This my shit. All the girls that be like this. 堂客就是堂啊堂着走，三步一窜，他妈两回头。哎呦我的妈！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有人，哎呦我的妈！来了来了！天上飞的是什么？鸟儿还是？哦吼，完蛋了！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分手吧，渣男。店家们可不像好人呢。哎呦我的妈！
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哎呦我的妈！看我的！嘿，我推！哎呦我的妈！有人，哎呀妈逼，细灵！哎呦我的妈！这个AK47 AK39嘛，有你们这样子打牌吗？啊 AK39嘛，你穿得下？那换43嘛。老王去酒吧还带了2个妹子。有人，哎呦我的妈！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哎呦我的妈！有人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哦吼！有人，哦吼！哦吼！哦！哦吼！哦吼吼！哦吼吼吼吼吼吼吼！哦吼！哦吼！有人，见娘们可不像好人呐。有什么可豪横？哦，心色太漂亮了，哦哟。哎呦我的妈！有人，有人，哎呦我的妈！有人，哎呦我的妈！小万，过来帮我扶一下。你这样扶我怎么砸？你能不能用脑子？哦，我懂了。你这样子扶，我一锤下去，脑子都给你砸扁。不可能，你锤嘛？我是叫你用手扶。你早说嘛！把手拿开。我说的是这只手。我说的是不服了，你都把我搞傻。